行业能力综合性认证口舌测验分为朗读测验、口语表达同华语专门行业3种题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口语测验、朗读测验的部分。第一类是韵文朗读，我记得咯，我们要理解每一个行业汉字，一个字一个音，读字音，唔系读家嘅字义。比如讲，先做条龙学花米，花米学顺比走起，数款条龙溜条转，溜条唔转往心机。有时你除了注意到，你摩托先做条龙用花米，数题的条龙很条转，因为学花米是用序画眉，宽条龙它没有写提条龙，溜条转它不是写寒鸟转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马来汉字，你就会这段假嘅诗来读出假嘅诗音，没读假嘅意思哦。